你有冇見過屋苑大堂或者 lift 入面嗰塊通告板？有啲法團發出嘅正式通告，唔知邊一晚俾人用大頭筆或者 marker 畫到花晒，甚至喺上面寫埋啲垃圾法團、無恥主席呢啲咁嘅字眼呢？又或者有啲街坊因為唔滿意大維修或者加管理費而一時氣憤，自己用 A4 紙印咗幾十張寫滿指控性字眼嘅大字報，貼晒喺 lift 度、走廊，甚至每一層嘅防煙門呢？當管理處職員阻止或者透過 CCTV 揾到呢位業主嗰陣，佢通常都會面紅耳赤，大條道理咁樣鬧翻轉頭。我係業主，我每個月都有交管理費，呢度大廈我都有份㗎。法團做嘢唔公平，我擁有香港基本法保障嘅言論自由。我喺大廈公眾地方貼幾張大字報嚟表達訴求，喺通告上面寫兩句批評，你憑乜嘢撕我張紙？憑乜嘢話我犯法啊？我想同全香港嘅業主同埋法團委員講，維權係需要講策略嘅，千祈唔好用錯方法。言論自由絕對唔係戴晒嘅護身符，貪一時之快，又或者因為太氣憤而走去畫花官方通告、亂貼大字報，喺香港現行法律下，分分鐘會令你由原本企喺道德高地嘅投訴人，當場變成受法律制裁嘅刑事被告㗎。今日我會用最嚴謹嘅刑事罪行條例同埋民事誹謗法例，幫大家拆解呢個衝動維權嘅致命地雷，亦會教大家點樣用最合法、最具有殺傷力嘅手段去逼法團正面回應。如果你第一次睇我嘅片，大家好，我係你嘅大廈策略顧問 Roger， 我係一個註冊土木工程師，亦有10幾年嘅物管經驗。呢個頻道我會用我行內人嘅專業角度，幫香港普通業主拆解各式各樣嘅屋苑管理難題。想學識點樣保護自己層樓，記住而家訂閱我呢個頻道，點讚呢條片同埋打開個小鈴鐺啦。好，我哋講返正題。業主因為不滿法團走去畫花通告或者張貼大字報，到底踩中咗香港邊啲嘅法律地雷呢？我哋即刻拉佢哋出嚟講。地雷1，觸犯刑事罪行條例第60條刑事毀壞。呢個係最多業主犯咗都唔知嘅大罪。個業主以為張通告係張紙啫，又唔係啲咩貴重財產，我畫花咗佢或者撕爛咗佢，有咩大不了啫？根據香港法例第200章刑事罪行條例第60(1) 條，任何人士無法合理辯解而摧毀或者損壞屬於他人嘅財產呢，就即屬違法㗎啦。喺法律判例上，損壞唔一定要永久破壞㗎，只要你改變咗個財產嘅原本狀態，令佢失去咗功能。例如用大頭筆塗污咗官方通告而無法閱讀，又或者你用咗強力膠水張貼通告告示，導致到大廈外牆石屎剝落，玻璃留低咗無法清除嘅膠跡，令法團必須要花錢花時間去還原。喺法律定義上，全部都係足以構成損壞他人財產㗎。地雷2，觸犯民事誹謗。好多業主寫大字報或者喺通告上面寫字，寫嘅字眼通常都會非常惡毒。例如指名道姓鬧主席陳大文開標吞錢、物管經理收受利益等等。喺香港普通法嘅法律制度底下，如果你寫出嘅指控係屬於惡意中傷，呢個叫做文字誹謗。一旦你將呢一啲嘅文字貼喺大廈嘅公眾地方，發佈俾其他街坊睇，法庭就會直接推定對方嘅名譽已經受損㗎啦。最致命嘅係誹謗訴訟嘅舉證責任喺被告身上。如果你攞唔出確鑿嘅真憑實據，例如法庭判決或者廉署檢控嘅記錄啦，被抹黑嘅主席或者秘書以個人名義入稟高等法院嚟控告你，你係必輸無疑嘅。到時你可能要自費幾十萬，甚至乎上百萬去聘請大律師打官司，分分鐘連層樓都要輸埋你賠錢啊！地雷3就係違反咗大廈公契啦。大廈嘅走廊、大堂、升降機喺法律上係屬於全體業主嘅公用部分。根據香港法例第344章嘅第34I 條，以及絕大多數屋苑嘅大廈公契，業主未經管理處批准，係絕對不得擅自利用公用地方進行私人宣傳或者張貼任何公告㗎。所以管理處保安撕走你嘅大字報，唔係侵犯你嘅言論自由，而係履行緊公契同埋法律賦予佢哋維護大廈公共環境嘅法定責任。
管理處甚至可以聘請專業嘅清潔公司還原牆身，然後將呢一筆嘅清潔費直接開單車落你個單位嗰度，要你私人埋單㗎。為咗俾大家清楚了解點樣可以理性維權嚴踩界，我做咗一個合法同埋違法嘅行為比對表。如果大家喺呢幾秒鐘睇唔切嘅話，可以而家截圖落嚟先，等你之後有時間再慢慢睇。既然挖花通告同埋貼大字報係自殘嘅行為，咁我哋作為普通小業主，如果發現法團有問題，應該點樣用最合法、最辛辣嘅手段去反擊呢？第一步就係善用業主信箱派發指控信啦。雖然你唔可以將信件貼喺公共牆壁上面，但係你可以利用屋苑每家每戶嘅私人信箱。你同一班清醒嘅街坊可以將對法團嘅質詢，記住啊，字眼要客觀，例如針對某某工程報價比市場高出40%，又或者避免主觀辱罵同埋人身攻擊，將呢一啲咁嘅質詢印成傳單，合法地塞入每戶嘅業主信箱入面，咁樣只係屬於業主之間嘅私人通訊，管理處係冇權阻止㗎，亦唔屬違反公契，同時亦可以直接將真相信入每戶嘅屋企添。第二步就係製出建築物管理條例附表3，發動5% 業權召開特別業主大會。法團最驚嘅唔係你喺通告上面畫畫，佢哋最驚嘅係冇咗個權啊！根據香港法例第344章建築物管理條例附表3第1.2條，只要有唔少於5% 嘅業權份數聯署簽名，白紙黑字要求召開特別業主大會去討論特定議題，例如罷免主席啊、重選管理委員會，甚至乎終止天價工程。法團主席必須喺收到要求後14日內發出開會通知，並喺45日內召開業主大會。呢個先係法律賦予你最重型嘅制度武器。第三步就係入稟土地審裁處。如果法團連5% 嘅特別業主大會都賴皮唔開，你完全唔需要喺屋苑大堂做潑婦罵街㗎。直接聯同業主們帶同法團嘅黑幕證據落去民政事務總署大廈管理組尋求協助，由民政處發信施壓。如果涉及嚴重違反建築物管理條例或者財政混亂，業主更可以集體入稟土地審裁處添。法庭一旦頒發命令，法團主席自然就好似死狗一樣，乖乖地面對業主啦。我係非常理解好多業主見到嗰班唔做實事，搞到大廈烏煙瘴氣嘅法團委員，又或者睇到自己辛辛苦苦交嘅管理費冇被合理地利用嗰種欲訴無門嘅心情。但係越憤怒嘅時候，我哋就越要保持專業同埋冷靜。你走去畫花通告、貼大字報，正好俾咗一個最好嘅藉口，俾失職嘅法團轉移視線。佢哋會立即喺全屋苑張貼通告，將你抹黑成為一個破壞公物、唔理性、涉嫌犯法嘅暴民，從而掩蓋咗佢哋原本程序不公嘅核心問題。學識放低手中嗰支大頭筆，拎起香港法例第344章，同埋引用5% 聯署大招依法進場，喺業主大會嘅鎂光燈底下，用數據同埋程序公義將呢一班自私嘅掌權者拉落台，咁先係最漂亮、最合法嘅完美報仇。如果你住緊嘅屋苑最近都因為大維修或者法團黑幕，有街坊氣憤到去畫花通告，或者法團張貼通告反控業主刑事毀壞，而想向我諮詢嘅話呢，歡迎喺下面評論區留言，留低你屋苑嘅名、現時遇到嘅宣傳維權危機，我會用我嘅經驗同知識喺留言區盡量幫大家睇清楚點樣依法截擊嘅。想繼續學識點樣用法律同埋專業知識保護自己層樓，唔想再俾人當水魚咁劏，記住訂閱我呢個頻道，點讚分享呢一條片，同埋打開個小鈴鐺啦。最後都係做翻個老規矩，戴翻個頭盔先。今日同大家分享嘅大廈管理同埋維權常識，純粹屬於我個人經驗同埋知識分享。雖然我教大家引用刑事罪行條例同埋建築物管理條例去保障自己，但係每棟大廈嘅公契對公用地方嘅管理權限細節，個別大字報內容到底有冇構成誹謗嘅實況，各有不同。所以呢條片嘅內容並唔構成任何形式嘅法律訴訟指引，
民政事務總署、警方或者土地審裁處之官方最終法律意見。如果大家屋苑正係面臨非常嚴重嘅財政黑幕或者大額工程官司，請務必尋求持牌執業律師嘅獨立專業法律意見。維權係要緊，但係每行一步都要合法穩陣。我係你嘅大廈策略顧問 Roger，我哋下期見，拜拜。